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娘，兹敬亭宫三槐，目无皇迹，德行有失。今被查实，即日起罢黜爵位，撤回俸禄，连坐家族，家财查封，上缴国库，班家上下贬为庶民。老婆，快跑！糟了，赵家。 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干什么呢，小四？快点，走快点！快！那个瓶子给我轻点啊！那可是换粮食的东西。快点！哎，闺女，真有此官呀！爹，抄家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真，但我们只能主动出击，离开京城，躲得越远越好。常安伯。 臣在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启禀陛下，依微臣看来，应先抄家，清查所有财产，再做生财。你可真是恩将仇报！常安伯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在下不过是就事论事，为朝堂尽责罢了。我们班家真是瞎了眼！陛下，国公一家不曾有过。 无名抄家，空野民怨啊！石大人，班家锦衣玉食，豪奢无度这么久了，也是时候该查查清楚，给天下的百姓一个交代了吧？陛下，班家值钱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还望陛下开恩。陛下，不如就依承安伯之见，先把班符给抄了。 传朕旨意，敬亭公府骄奢挥霍，即日起罢去敬亭公与福乐郡主的封号，查封敬亭公府所有财产，充入国库。臣遵旨。哎，对了，谢大人，记得把先皇赐予班家的免死金牌也一并给朕拿回来。 常安伯，你不是说要保护班家人吗？为何要皇上抄了班家？难道石大人看不出皇上是想杀鸡儆猴吗？如果在下今日也如石大人一般，为班家说话，怕就不是抄家能了事的了。所以，你是想釜底抽薪？正是。 石某刚才冲动了，无妨的。只是日后在宫中，还望石大人尽量与罗某意见相左，以免他人起疑。石某明白。在下还有一事，恐需石大人出面。伯爷请讲。